你屋企雪櫃個保鮮格係咪都長年瞓住一斤黃色嘅嘢？朝早攞佢嚟搽多士，中午切一小支牛扒，夜晚再滗一羹撈落熱飯度。但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呢俾你可能叫做牛油嘅金色方塊，究竟係啲乜嘢嚟㗎？呢樣嘢淨係個名已經亂到七彩。大陸叫黃油，台灣叫奶油，我哋香港同馬來西亞就叫牛油，搞到好似係三樣完全唔同嘅嘢咁。查實佢哋通通都係同一個阿媽生嘅，米又係牛油。但真正亂過啲名嘅係你手上面嗰個包裝盒。有調查發現，市面上嗰啲寫住奶油嘅產品，超過一半裏面包嘅根本唔係牛奶做嘅乳脂，而係植物油或者動植物混合油。呢件事喺台灣仲搞出過一場大風波。2017年，有知名品牌俾人爆出用過期原料整人造奶油，件事鬧到監管部門直接落場立法，乳脂含量超過80%嘅先有資格叫奶油，用植物油做嘅必須老老實實標明人造奶油。標示不實，最高可以罰400萬台幣。一個食物嘅名，搞到要政府立法嚟管，全世界大概都冇幾多樣嘢有呢種待遇。憑咩？因為牛油呢樣嘢，由頭到尾都比你想象中矜貴得多。講白啲，佢根本係一場極致濃縮，將大約20公斤嘅牛奶，夾硬濃縮成1公斤嘅乳脂精華。中世紀歐洲，佢貴到俾人當成貨幣咁用。法國諾曼第人交嘅牛油稅，直情用嚟起咗一座75米高嘅教堂塔樓，仲間接勒慶一個叫馬丁·路德嘅德國人，撩起咗一場改寫歐洲歷史嘅宗教革命。但呢金黃色嘅小方塊，亦都藏住一連串你大概從來冇諗過嘅謎題。牛奶明明係白色嘅液體，點樣搞下搞下就變咗金黃色嘅固體？工廠入面嗰一桶桶鮮忌廉，究竟經歷咗啲乜嘢先至徹底反轉咗個身？嗰沒有人嘅金黃色，到底係牛食草食出嚟，定係調色師調出嚟㗎？仲有嗰個同真牛油鬥咗150年嘅假牛油，當年係邊個發明嘅？佢又點樣差啲將真牛油扯落黃咗？今日我哋就帶你轉入去，由牧場一路走到包裝線，將呢啲答案一個一個掘出嚟。故事要由中世紀嘅歐洲講起。嗰陣時，牛油係不折不扣嘅奢侈品，得貴族同有錢人先食得起。佢嘅價值高到咩程度？交易嘅時候，一牛油就係1史德嘅金條，直接當貨幣咁用。但真正離譜嘅事，發生喺法國諾曼第。中世紀天主教會立咗條規矩，每年大齋期嗰40日，信徒唔准食牛油呢類乳製品。呢樣嘢對靠橄欖油過日子嘅南歐人嚟講唔算乜嘢。但對世世代代攞牛奶同牛油當主食嘅諾曼第人嚟講，呢條禁令基本上等於絕食。點算？教會俾咗一個特別識做生意嘅方案，交錢就可以買豁免。一份牛油豁免權，賣你6個里弗。15世紀尾，教宗英諾森8世正式批咗呢筆買賣，諾曼第人只能排住隊掏錢。結果呢筆錢實在太多啦，多到咩程度？老昂大教堂直接攞牛油稅嚟做建設基金，由1488年一路起到1506年，起咗一座75米高嘅塔樓。直到今日，呢座塔個名仲係直接叫做牛油塔。更戲劇性嘅仲喺後頭，教會呢種先禁你再賣豁免嘅操作，勒慶咗一個叫馬丁·路德嘅德國人。佢喺痛批教會嘅核文入面，專登點名鬧過呢門牛油生意。後來嘅事，你喺歷史課本上都讀過晒啦。宗教改革爆發，成個歐洲俾佢徹底改寫。邊個諗得到，引爆呢啲火藥桶嘅其中一粒火星，竟然係一查多士嘅牛油。一可以當貨幣，可以起教堂，可以搞動宗教革命嘅食物，憑嘅究竟係乜嘢？憑嘅就係稀有。喺冇機器嘅年代，整1公斤牛油，你要先擠出大約20公斤牛奶，然後靠人力一下一下搞足幾個鐘。而今日嘅工廠，將呢件事壓縮成一條幾乎見唔到人影嘅流水線。接下來，我哋就入廠。一牛油嘅起點唔喺車間，喺牧場。而現代牧場嘅第一條鐵律，聽落可能會有啲似玄學，
你必須令啲牛保持好心情。呢個唔係乜嘢煽情文案，呢個係生物化學。乳牛同人一樣，緊張驚青嘅時候，身體會分泌壓力荷爾蒙，叫做皮質醇。呢樣嘢會壓低免疫系統，令產奶量跌，連牛奶嘅味道同營養都跟住變差。調反轉，一隻放鬆、心情靚嘅牛，奶質更加好，乳脂更加足。所以而家嘅牧場會俾牛準備乾淨光猛嘅牛舍、新鮮嘅牧草，甚至幫每隻牛頸上面套一個智能頸箍，24小時監測住體溫、心率、活動量同進食狀況，數據直接傳返去管理系統。邊隻牛行路慢咗或者食少咗，系統即刻響警報。擠奶環節同樣幾乎見唔到人，每隻牛行入自己嘅擠奶位，柔軟嘅橡膠吸杯會輕輕吸附喺乳房上面，用一種溫和嘅真空脈動將牛奶吸出嚟，全程模仿緊牛獨食奶嘅節奏。好多人唔知，所有產奶嘅母牛其實都係媽媽，每一隻都有自己嘅牛犢，所以擠完奶，母牛會即刻俾人放返去牛犢身邊，既可以安撫媽媽嘅情緒，亦都令牛犢可以繼續食到母乳。呢個小安排背後，仲係嗰條鐵律，牛安心咗，奶先至會好。擠出嚟嘅生奶一刻都唔會停留，24小時之內由大型冷藏車送進加工廠，全程壓喺低溫之中。一到廠，先過體檢關、實驗室抽樣，檢查細菌、污染物、乳脂率同蛋白質含量，任何一項唔達標，成批原車退回。過咗關嘅牛奶會俾人泵入巨型嘅恒溫儲奶缸，喺最大限度壓住微生物嘅條件之下，等住進入下一站。接下來就係成座工廠最核心嘅魔法啦，將白色嘅牛奶變成金黃嘅牛油。第一步，殺菌。合格嘅牛奶俾人加熱到大約140度嘅超高溫，但呢股熱浪只係持續短短2到4秒，瞬間殺死絕大多數有害細菌，緊接住即刻俾人極速冷卻到4度。呢一熱一冷之間，牛奶安全咗，風味卻冇俾煮壞。第二步，分離。喺牛奶入機器之前，所有會掂到牛奶嘅大家伙、喉管、缸體、管線，全部都要先走一次徹底清洗。呢一步絕對唔可以慳，因為任何一丁點殘留污染都會毀咗成批奶嘅質素。洗乾淨嘅牛奶會俾人送入一排高速旋轉嘅離心分離機，喺巨大嘅離心力之下，密度唔同嘅成分會俾人硬生生甩開，比較輕嘅乳脂浮出嚟，變成濃稠嘅鮮忌廉。呢個就係牛油真正嘅前身。剩低落嚟嘅部分就係你平時喺超市見到嘅脫脂牛奶。冇錯，你花錢買嘅脫脂奶，查實係整牛油嘅副產品。乳脂俾人抽走咗，鈣質、維他命同礦物質仲留喺度，佢就咁樣成為咗減脂人群嘅新寵。第三步先係真正嘅翻轉時刻，絞乳。分離出嚟嘅鮮忌廉會先俾人調教一番。根據要生產嘅牛油種類，工廠會向入面加入或者抽走脫脂奶，將乳脂含量精確咁調到目標值，再做多次殺菌。有啲生產線喺呢一步仲會加入乳酸菌，令鮮忌廉短暫發酵，賦予佢一股微微嘅酸香。呢個就係啲烘焙老手最迷戀嘅發酵牛油。然後鮮忌廉俾人送入絞乳機，開始連續絞打15到20分鐘。喺你睇唔到嘅微觀世界入面，一場政變正在發生。鮮忌廉原本係由滴浮喺水裏邊嘅結構，無數細小嘅脂肪球被一層薄膜裹住，安安靜靜咁懸浮喺水入面。但持續嘅劇烈絞打，會將呢層膜一個個撞破，裸露咗出嚟嘅脂肪開始互相攬埋一齊，越攬越大，最後成個體系徹底翻轉，由喺水裏邊硬生生變成咗水被困喺油裏邊。呢一番液體就變成咗固體。絞打過程之中，機器會實時及實溫度同酸鹼值，任何一個數字跑偏，呢一批嘅口感就玩完。金黃嘅牛油顆粒浮出嚟，剩低落嚟嘅液體會俾人排走，嗰啲就係露乳，亦即係歐美鬆餅配方入面嘅 buttermilk。佢亦都唔會俾人浪費，會俾人做成飲品或者攞去當烘焙原料。所以牛油嘅本質根本唔係乜嘢複雜嘅添加同化學加工，
佢就係牛奶裏邊嘅脂肪俾人物理性咁打到攬埋一團咁解。一合格嘅牛油，乳脂含量必須拉到80%以上。呢條線係國際通行嘅硬標準，亦都係開頭講嗰條證明紅線。搞好嘅牛油顆粒，仲要再過幾道整容關。先講鹹味，市面上嘅牛油分無鹽同有鹽兩種。有鹽款嘅加鹽量通常喺0.1%到1.5%之間，視乎各國嘅口味偏好。鹽唔單止係調味，佢本身就係天然防腐劑，可以令牛油擺耐啲。康貝用無鹽，茶多士用有鹽，呢度分水嶺就係咁嚟㗎。再講顏色，呢度有個可能顛覆你認知嘅冷知識，牛油嘅金黃色本來係牧草裏邊嘅胡蘿蔔素俾嘅。食新鮮青草嘅牛油會偏黃；食乾飼料嘅牛油會發白。但係顏色會隨季節變，消費者卻早就認定咗黃就等於靚。於是喺美國等一啲市場，工廠會向牛油入面添加食用色素，將顏色統一校準成嗰種標準嘅誘人金黃。你以為最天然嗰抹黃，好多時候查實係俾人精確調配出嚟㗎。調味調色之後，牛油會俾人反覆油壓，排走多餘水分，令質地變得均勻細膩。跟住俾人灌入20公斤一大嘅大模具，推入冷庫定型，再按照訂單切成唔同規格。家用嘅細條會裹上鋁箔紙、蠟紙或者淋膜紙。呢層包裝嘅任務係同時擋住空氣、濕氣同光線，因為牛油裏邊嘅不飽和脂肪酸一見光，一掂到氧氣，即刻會開始氧化變味。供給烘焙廠同餐廳嘅，就會俾人分裝成大概1.8公斤一包嘅鋁箔袋。仲有大約40%牛油會俾人灌入膠盒，盒蓋除開除閂，可以搭起擺放，係雪櫃同貨架嘅雙重寵兒。出廠之前，每一批仲要過最後一道質檢，檢查純度、乳脂率、酸度，化驗有冇沙門氏菌同大腸桿菌。全部過晒關，先至會俾人裝上冷藏車，冷鏈一路護送到超市凍櫃。溫度由頭到尾唔準斷，因為只要一波動，牛油嘅風味同質地就會開始走樣。而喺工業流水線之外，法國嘅布列塔尼仲保留住另一種節奏。喺好似博帝爺咁樣嘅手工牛油房入面，老師傅守住一張大轉台，一片片咁油打牛油，直到質地滑到好似絲絨咁，再用手工掃成方塊、長條，甚至小圓錐，一日可以整出2萬份。機器俾咗牛油規模，老師傅就俾咗牛油身價。好啦，最後我哋嚟解開開頭嗰個懸念，貨架上嗰啲唔係牛油嘅牛油，究竟係喺邊度冒出嚟㗎？時間撥返去1869年，法國。當時牛油貴到離晒譜，普通老百姓同軍隊根本食唔起。皇帝拿破崙3世直接公開懸賞，邊個可以搞出一款平價嘅牛油替代品，重重有賞。一個叫梅熱穆里耶嘅化學家揭咗榜，佢攞牛脂肪混上脫脂奶，整咗一種白到發光嘅人造油脂。因為光澤似珍珠，佢用希臘文裏邊嘅珍珠幫佢起名叫馬質潤，冇錯，就係麥其林人造牛油嘅祖宗。呢樣嘢一出嚟，真牛油陣營即刻發晒癲。喺奶業勢力盤根錯節嘅美國，各州奶農瘋狂游說立法，圍堵呢個平價對手。有啲州對人造牛油抽重稅，有啲州直頭立法唔准將佢染成黃色，逼到啲廠商只可以賣慘白嘅產品。甚至乎有州曾經規定人造牛油必須染成粉紅色，故意整到佢醜到冇人想買。威斯康星呢個奶業大州仲更加狼，直接禁售人造牛油幾十年，直到1967年先至解禁。但係擋唔住嘅。20世紀初，科學家搞出咗氫化技術，能夠將液態嘅平價植物油硬生生變成固態，人造牛油從此徹底起飛。佢平襟擺好搽，去到戰後仲俾人包裝成比動物油更加健康嘅現代選擇，銷量一度將真牛油冚喺地下摩擦。直到幾十年之後，科學界掘出咗一個好得人驚嘅事實：不完全氫化會產生反式脂肪，而呢樣嘢會明顯推高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風向瞬間全球逆轉，美國、
台灣呢啲地方由2018年起全面禁咗不完全氫化油。世界衛生組織更加發起咗喺全球範圍消滅人工反式脂肪嘅行動。曾經嘅健康替身跌咗落神壇，俾佢壓制咗幾十年嘅天然牛油，反而王者歸來。講句公道說話，今日正規貨架上嗰啲合規格嘅人造牛油，多數已經唔再用氫化工藝，冇反式脂肪嘅問題，但佢依然係高飽和脂肪嘅食物，同健康兩個字談唔上沾邊。真牛油都一樣，再天然，佢都係80%嘅脂肪。所以呢場百年戰爭打到今日，真正嘅贏家其實係標識制度，牛油就叫牛油，人造嘅就標明人造，與之喺10%到80%之間浮浮沉沉嗰啲，只能夠叫做脂肪抹醬。你買嘅係乜嘢？包裝上面必須寫到清清楚楚，剩低落嚟嘅交返俾你自己揀。你以為牛油就係一黃黃地嘅方塊？查實佢有幾張唔同嘅臉。第一種，無鹽牛油，烘焙界嘅標準答案，整蛋糕、曲奇、牛角包全靠佢。因為唔加鹽，配方裏邊嘅鹹度先至可以被精確到小數點。第二種，有鹽牛油，餐台上嘅主角，茶多士、煎牛扒、撈燙青菜，一搞掂晒。第三種，發酵牛油，加咗乳酸菌發酵，帶住一股微妙嘅酸香同更濃嘅奶味。法式牛角包嗰股勾人嘅味道，一半功勞喺佢身上。第四種，澄清牛油，將牛油加熱，濾走水分同與固形物，只留低落純純嘅乳脂，發煙點大幅拉高，特別適合高溫煎炸。印度人叫佢做酥油嘅一種，攞嚟煮咖喱已經用咗幾千年。仲有一種最頂級嘅玩法，風味手工牛油。法國布列塔尼嘅博蒂耶魯斯苦地會喺油打好的牛油入面拌入海藻、煙燻鹽、雲呢拿條同埃斯佩萊特辣椒，每種口味都有自己嘅獨門秘方，專門供給米芝蓮餐廳嘅麵包男。一牛油可以樸素到只係多士上面嘅一抹，亦都可以講究到成為一道菜嘅靈魂。下次企喺烘焙材料鋪嘅凍櫃前，你就知應該攞邊一啦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呢場由中世紀教堂一路碌到現代車間嘅牛油之旅，差唔多要收尾啦。所以下次當你切低一小牛油，望住佢喺熱鑊裏邊慢慢塌落去，吱吱聲咁冒出金黃色泡泡嘅時候，不妨諗一諗，呢金黃色嘅小方塊裏邊藏住20公斤牛奶濃縮成1公斤嘅乳脂精華，藏住一座靠牛油碎起出嚟嘅75米高塔，藏住一場俾牛油點着咗嘅宗教革命。佢仲藏住一群頸上面戴住智能頸箍嘅開心乳牛，一場將油喺水裏邊硬生生翻成水喺油裏邊嘅微觀政變，同一場同人造牛油鬥足150年，最後靠一張標識先至勉強分出勝負嘅百年戰爭。佢唔單止係一茶多士嘅油，佢係牧場、化學、宗教、戰爭同法規一齊寫出嚟嘅一份你想都估唔到嘅禮物。而開頭嗰個問題，去到呢度亦都有咗答案，唔理你嗰度叫佢做奶油、牛油定係黃油，分辨真假嘅方法都一樣，反轉個包裝盒，望一眼成分表。第一位寫住乳脂或者鮮忌廉嘅，就係真嘢。第一位寫住植物油嘅，咁唔理佢俾人染到幾咁金黃，佢都係人造嘅。一字之差，背後係兩條截然唔同嘅生產線。呢個分辨能力，就係呢集影片想送俾你嘅嘢。咁問題嚟啦，先講俾我聽，你嗰度叫呢樣嘢做咩？奶油、牛油定係黃油？然後去打開你屋企個雪櫃，抄下嗰金黃色嘢嘅包裝，佢係烘焙用嘅無鹽款，茶多士嘅有鹽款，價錢貴一截嘅發酵款，定係查實係一盒人造家？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嘅發現，亦都睇下邊個叫法嘅人最多。呢度係我哋嘅頻道，每一期節目嘅背後都藏住一個超出你想象嘅食物世界。如果呢趟旅程令你重新認識咗呢小方塊，歡迎讚好訂閱。我哋下次繼續轉入工廠，拆解下一啖美味背後嘅工業奇觀。